你有冇聽過阿卡西記錄呢？好多人都喺度問呢樣嘢係咪真係可以改寫我哋命運㗎？其實呢個問題超常見，亦都係我好中意答嘅問題，因為答案可能會令你覺得超有希望同埋超振奮嘅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咩係命運。好多人覺得命運都係 set 好咗，好似一部已經拍完咗嘅電影，你只可以坐喺度睇住個劇情發展。但阿卡西記錄話俾我哋聽，命運其實唔係咁死板嘅嘢嚟嘅，佢更似係條由你選擇同埋行動鋪出嚟嘅大路。阿卡西記錄咧就好似一個宇宙嘅超級資料庫咁，裡面記錄咗你靈魂嘅所有經歷，過去、而家，甚至連未來嘅可能性都有。所以可唔可以改寫命運？梗係得啦，但唔係話命運會自己變喎，而係透過阿卡西記錄嘅指引，你可以睇清楚而家嘅選擇會點樣影響未來，然後有意識咁樣去作出改變。咁具體嚟講，阿卡西記錄點樣幫你改寫命運呢？第一就係睇清楚限制性嘅模式。你有冇發現自己成日都遇到啲類似嘅問題？譬如感情上成日都吸引到同一類型嘅人，又或者工作上總係卡住喺同一樣嘅樽頸裏邊。呢啲模式可能嚟自你細個嘅經歷、前世嘅記憶，甚至係靈魂俾自己設定嘅功課。阿卡西記錄可以幫你睇清呢啲模式嘅根源，令你有機會選擇唔一樣嘅行動。二、解開靈魂嘅契約。有時候我哋嘅靈魂喺過去世裏邊會同人哋簽咗一啲契約，可能係對某一個人嘅承諾，或者係對某一種情況嘅執着。阿卡西記錄可以俾你了解到呢啲契約係咪仲適合而家嘅你。如果唔需要啦，你就可以選擇放手。三、提供清晰嘅指引。喺阿卡西記錄裏邊，你唔會得到嗰種你一定要咁樣做嘅命令，而係會收到一啲啟發性嘅提示。呢啲提示會令你睇清楚唔同選擇嘅結果，幫你做出更符合你靈魂目標嘅決定。四、喚醒內在嘅力量。改變命運嘅關鍵其實喺你身上。阿卡西記錄唔係嚟代替你做決定嘅，而係幫你發現自己內在嘅力量，教你點樣用呢股力量去改變人生。五、重新連結你嘅靈魂目的。當你透過阿卡西記錄了解自己靈魂嘅目的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好多你經歷嘅挑戰其實係為咗令你成長。當你用呢個角度去睇人生嘅時候，你嘅行動就會變得更加有意義，更加有方向，亦都更容易改寫命運啦。總之呢，阿卡西記錄就好似你嘅靈魂地圖咁，佢唔單止幫你更加了解自己，仲俾力量你去改變自己嘅故事。命運唔係注定㗎，佢係你同宇宙一齊創造嘅過程，而你擁有無限嘅可能性，只要你願意踏出呢一步。